关心过咱国内疫情来关心中国甲香港疫情。中国疫情是大爆发，昨昏一天就有1860个本土病例，伫14天甚至超过5000人确诊，这是2年来新纪录。这波疫情中，吉林是重灾区，为14开始就宣布封省。 减少民众呢跨县市、跨省市的山顶洞。那香港这边呢，疫情更加严重。依照这个港大医学院统计，香港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拢已去围着啊。真侪香港人甚至要去中国避疫情。 规束防护衫、穿胶船、赶大包小包，全部家伙准备离开。香港逼第5波疫情，根据香港大学医学院推算，到今仔日实际上有358万人，也就是全香港差不多5成的人已经染着病毒。在香港的人惊死啊！真侪人某囝带，想要走去中国避。太犀利啦！我同我老婆都好怕，所以要翻上去先。已經係好嚴重咧，係咪先？我都係相信大陸夠安全啲。不過中國咁真正較安全。內地新增5154宗本地感染，係超過2年以嚟嘅新高。一天就新增加5000多人確診，吉林省是重災區。 本土3076例，加上無症頭感染991例，攏總4067人確診。14天遂宣布封省。中國剛這個月到14號，已經有超過15000人確診。因嘅防疫政策同款無啥變。部分地區疫情上升速度較快，疫情防控難度正喺度加大。 但係相信仍然處於可控狀態，強調動態清零政策唔動搖。政策無變，人民敢來當乖乖踮佇咧厝內，就驚跨省山頂洞會互疫情破開。廣東嘅深圳和東莞嘛實施1禮拜封閉管理，就是希望會當甲疫情控制掉嘅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